10日星期一休息之時，LTK 生日快樂！3月10號發生嘅事係香港10號爭先你畫廊呈現咗香港藝術家李錦清嘅個展雙魚蜜月。展覽包括咗一系列最新嘅繪畫作品，仲有裝置作品，就圍繞住上水附近一條叫雙魚河嘅歷史，然後喺呢個城市同埋郊野嘅對比變化之下，帶領我哋探索深圳仲有香港之間嘅歷史仲有地理風貌。唔知你係咪中意睇海或者河嘅人呢？今日睇咗佢哋生日嘅分享，就同你講一個比喺笑話入面揀出嚟嘅冷嘅笑話合集。咩動物為人最虛偽？俾5秒時間你去思考。5、4、3、2、1，答案係老虎，因為老虎係太假。好笑。今年上到 LTK 講嘅係，今年呢最有印象見你嗰次呢係你俾條拍照換出嚟。除咗呢個之外都好少見啊，不過備知你一路都仲喺度，你甚至一路都喺度打機打得好開心。唔知最近有超多人玩嘅蒙口啊，你有冇玩呢？有嘅話你有冇入比嘅小隊？另外呢就係今日係呢個 GBF 11周年活動開業第一日啊嘛。唔知你會唔會課呢？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晒退到呢條祝福點樣會小周每日都開心到啦。又因為比嘅唔知係傷風定係鼻敏感仲未好返，所以好重鼻音，你將就下聽啦。拜拜。